我哋知道木星每12年繞太陽一圈，所以出現咗12太歲，即係12生肖，每年一個生肖。2016年個生肖就係馬騮，馬騮同虎相沖，所以呢又叫犯太歲。因為太歲嘅力量特別強大，係犯太歲之中最嚴重嘅一種。蛇同埋馬騮相刑，亦都係屬於犯太歲。豬同馬騮相害，係犯太歲嘅其中一種。馬騮同馬騮相同，稱之為伏吟，亦都係犯太歲嘅其中一種。但係犯太歲未必一定有問題，要睇翻整個八字嘅組合，可能會有化解。如果唔犯太歲嘅，亦都未必話冇問題。